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9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79篇第1节到第9节，耶利米书第8章第1节到13节，罗马书第8章第31到3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从上帝来。爱从何而来？大概基督徒都不需要经过怎么样的思考，就可以直接回答说从上帝来。这不但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当然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举很多的经文来分享有关于上帝的爱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在我们真真实实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体验到从上帝来的爱是那么的长、阔、高、深，就如同一首儿童诗歌，它的歌词所说的：耶稣的爱真是奇妙，耶稣的爱真是奇妙，这么高我不能高过他，这么深我不能深过他，这么宽我不能绕过他，奇妙的爱。很多时候我们都经历到了上帝的恩典和他的爱，虽然我们不一定都非常明白上帝的作为，但是我们都领受了。许多非基督徒的朋友总是喜欢问道：如果你说的上帝真是那么有爱，他为什么要惩罚人？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灾难？为什么有人会在地震当中，在疫情当中死亡？是的，这世界充满了许许多多我们无法理解、无法解释的事情。特别当我们遇到了至亲朋友的生离死别的时候，我们更会因此而怪罪上帝，说：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会发生在我们身上？是的，我们都很有感情，也很有感觉，这是好事啦哦。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忘记一件事情，就是生命的主权是在于上帝。人是感情的动物，人也有意识，可以对失去的亲友表达我们的思念与哀伤，但不因此就代表上帝不爱我们，或是说我们都知道生死是人生必经的这一条路，只不过是遇到的时间以及方式都有所不同而已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必须要在有生之年懂得去把握上帝的恩典，领受他的爱。这个爱是从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们的。以色列人总是违背上帝，远离上帝的道路。耶利米先知这样说道：哎呀，连鹳鸟都知道季候，定期的飞回来，斑鸠、燕子、白鹤也都随季节迁移。但是我的子民啊，你们竟不懂得我的法则，你们怎能自夸聪明，明白我的法律呢？其实法律被诡诈的经学教师修改了，你们的聪明人蒙羞，惊惶失措，
他们拒绝了我的话，还有什么智慧可言呢？另外，大卫的诗篇也这样提到：上主吩咐我向他指明这样说：人跌倒了，不想站起来了吗？人迷路了，不想回头吗？我的子民啊，你们为什么背叛到底，一去不还呢？你们紧抓住偶像，不肯回到我这里来。我细心的听，可是你们不说出心底话。没有人为自己的恶行忏悔，没有人自省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每一个人都一意孤行，好像战马朝着战场奔驰。虽然上帝让他们去碰撞，去领受他们背离的后果。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。虽然以色列人经常地离开上帝的真道，去敬拜，去追求偶像的崇拜，但是上帝却是一再的派出先知来劝勉他们，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赦免他们，接纳他们。特别在他们被外国势力侵略、奴隶，得到了教训之后，他们得到上帝的慈爱，因为上帝慈爱又忍不住的就出现了，赐给了他们恩典，透过先知预言的提醒，透过祭司的献祭，但是以色列人民仍然离弃上帝，违背上帝的真道，靠着人无效，那上帝就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了世人。保罗在劝勉罗马教会基督徒的书信里面这样提到，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惜，给了我们众人。既然这样，他不会也把万物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谁会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？上帝已经宣布他们无罪了，那么谁还会定他们罪呢？绝不是基督耶稣，他是死了，其实应该说已经复活，现在正在上帝的右边，替我们向上帝祈求的那一位。没有人能够与上帝的爱隔绝，透过耶稣基督，因为他赐下了救恩，因为他是这样的爱世人，不愿意有一人沉沦。既然这样子，谁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离呢？这是保罗的话。他说，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迫害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贫穷吗？还是危险呢？或是刀剑吗？像圣经所说的，为了你的缘故，我整天被置于死地，人把我当作待宰的羊。都不是。在这一切事情上面，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，因为我确信什么都不能够与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，不管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的掌权者，是现在，是将来，是高天，是深渊。在整个被造的宇宙中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把我们跟上帝
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所给我们的爱隔绝起来。没有人能够隔绝从上帝来的爱，没有人能够否决上帝的爱。只要接受的，就能够获得。诗篇79篇第1节到第9节。上帝啊，外族人入侵你的领土，他们玷污了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成为废墟。他们拿你仆人的尸首为物因，把你忠贞子民的尸体丢给野兽。他们使你的子民血流成河，淹没了耶路撒冷，没有留下一人来掩埋尸首。我们四周的邻国愚弄了我们，他们嘲笑我们，讽刺我们。上主啊，你要永远向我们动怒吗？你的怒气像火焚烧，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把愤怒转向不敬畏你的国家，颠倒在不求告你的人民身上，因为他们杀戮你的子民，使你的住处荒凉。求你不要因我们祖宗的罪惩罚我们，求你快快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切的希望。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为了你自己的荣耀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谢谢上帝赐下大爱，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将上帝的赦免、恩典、救恩都赐给了所有接受的人，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爱。感谢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